请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微笑单车2.0完成试营运，后半年就要甲原有的1.0的系统甲换掉。但是1.0甲2.0未当互用，爱搁开一条钱来改建。这是互共同生活圈的新北市真为难哦，因为新北市若是无对咧做，那你民众骑这个微笑单车，台北甲新北就未当互相来造就咯。 骑 U-bike 伫大街小巷转来转去，住伫台北市也是新北市民众双北通勤拢爱靠伊，也要到明年恐行无大啊，因为台北市甲微笑单车签新合约，要将 U-bike 系统升级为2.0，估计明年就会完成。不过新北市议员依持本来的系统1.0，也就是讲后届恐行无大，伫台北出发到新北行车。 双北如果不一样是有些麻烦的。偶尔问我们交通局的，如果真的新北不是 U-bike 得标的话，我们要怎么应验？为了解决未来双北市在 U-bike 的系统有可能面临分家，目前台北市提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要在双北的交界处设置1.0跟2.0的点站，让民众可以自由转乘。台北跟新北应该要一起，不然这样转来转去还蛮麻烦的，这样会变得蛮不方便的。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跟台北市来继续协商。2.0的部分我们也不排除。虽然新北市交通局长讲有可能会开大笔的经费升级成 U-bike 2.0，新北市长还有议员嫌伤贵，要安怎改才有法度让双北的民众较方便创造双赢，爱搁桥。